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鐘 Sir 為大家準備咗一份嘅練習，想同大家講嘅係呢個小五上學期一定會考嘅其中一個課題分數比較。咁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啊，小三、小四嘅時候都有學過分數比較，點解鐘 Sir 你又要再教過呢？原來咧，去到小五嘅分數比較同以前唔同啦。以前咧，你可能透過你對眼嘅觀察，比較分子或者比較分母就已經分到個大細。但係嚟到小五嘅時候，我哋發覺無論分子定係分母咧，都完全唔再一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要用翻一啲既定嘅方法嚟到處理以下嘅題目。所以各位同學，請你哋記住跟住鐘 Sir 接落嚟講嘅步驟同埋思路，你就能夠掌握好呢一課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從呢個第一題開始。今次咧，我哋見到不論係分子還是分母，其實兩者都唔同咗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要睇下究竟咧點樣先能夠比較到佢，用乜嘢方法先可以揾到今次嘅答案呢？咁各位同學，首先咧，我哋第一步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將呢一啲嘅分數統一翻個分母。我哋會將佢哋嘅分母統一。咁點樣我哋可以令到個分母統一到呢？鐘 Sir 點做㗎？咁答案咧就係我哋需要咧揾翻佢哋嘅 LCM 最小公倍數。咁我哋需要揾翻呢啲分母嘅 LCM 最小公倍數，亦都即係大家小四學過嘅一個課題。咁12同4，我哋知道咧個 LCM 咧會等於12噶。點解會知道呢？咁你亦都可以做翻一個短除法啦。咁你除2啊等於6同2，再除2等於3同1嘅時候咧，將2乘2乘3，我哋咧就會得到呢個12嘅 LCM。而當我哋知道 LCM 係咩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變魔術，要將咧呢一個分母每一個分數嘅分母都變成呢一個 LCM。所以咧第二個步驟就係我哋要將呢個分母咧擴分至呢一個嘅 LCM 嗰度。咁擴分又係乜嘢嚟㗎咧？就係咧我哋細個學過分子同埋分母同時成大啦。咁呢個咧亦都係大家小四學過嘅一個課題喎。咁所以咧好似右手邊呢個分數咁樣，我哋會將佢分子同分母一齊咧都乘3，變成咧今次12/3。去到呢個時候咧，相信大家就睇得出啦。咁12/5同12/3，大家亦都會知道啊。用翻以前比較嘅概念，當分母相同嘅時候，分子越大，數值亦都越大。所以今次正確嘅答案咧係呢個12/5。我哋第三步咧就可以比較翻。所以各位同學，我哋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喺呢個分數嘅比較入邊，其實咧往往就係跟住呢3個嘅步驟，你就能夠咧揾到每一題嘅答案。究竟係咪真嘅咧？我哋睇埋下面第2、第3、第4題啦。咁啊嚟到第2題嘅時候咧，第一又係要揾翻個 LCM 喎。咁呢度咧，鐘 Sir 教大家一個秘訣。當我哋咧發現呢兩個分母本身已經係一個倍數嘅關係嘅時候 ，multiple， 咁我哋咧會將佢咧個 LCM 咧其實唔需要真正計翻出嚟嘅，而係咧我哋直接寫翻 LCM 等於大啲嗰個數字，咁就已經可以㗎啦。所以咧，我哋知道今次咧，其實呢個 LCM 咧就會係24，而我哋咧第二步亦都要諗下點樣將每一個嘅分母擴大去到 LCM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將第一個嘅分數上下一齊乘4，令佢咧變成24/28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終於能夠統一到個分母。亦都咧能夠比較翻個分子啦。當我哋分母一樣嘅時候，分子越大，數值越大。因此呢兩個分數入邊，24/35咧就會係更加大嘅嗰個分數。所以各位同學以後記住啦，當我哋咧想揾 LCM 嘅時候，如果本身呢個分母已經係一個倍數嘅關係，6、4、24。
咁 LCM 就會等於大啲嘅數字。咁除咗統一分母，有陣時咧我哋亦都會有啲情況個分母好核突，好難揾到個 LCM。咁原來咧我哋做比較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透過同一個分子嚟到比較嘅喎。咁所以咧落到嚟呢個第三題，我哋一於試下，如果同一分子又會發生乜嘢事呢？咁我哋要統一分子，其實都係跟住右手邊嗰三部曲嘅啫。咁就係你要揾翻分子嘅 LCM， 擴份去到個 LCM， 然後再做比較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揾翻第一分子嘅 LCM 咧，今次會係6。而我哋要諗下佢哋各自乘幾多變成6嘅時候，5/3需要乘2，因為3 2如6。而3/2亦都要乘3，因為3 2如6啦，都係咁，所以咧呢兩個嘅份數就會變咗10/6同埋9/6。咁喺呢個時候，因為分子相同，我哋比較分母，分母越細，數值就越大。因此咧，今次兩個比較之下，我哋會見到2/3更加之大喎。好啦，咁今次咧，我哋落到去咧第4條嘅題目，唔單止有大份數，連啲分數嘅部分咧都好似好奇怪、好核突咁樣。咁鍾 Sir 咧又送多一招俾大家，當我哋咧知道每一個分數分子分母嘅差距係一樣嘅時候，就好似今次第4題咁，我哋見到咧分子分母都係咧相差1。阿仔阿媽淨係爭1歲，哇冇可能啦，係咪啊？但係咧呢個份數入邊咧，確實咧就只係相差1。喺呢個時候，成個組合分子分母嘅組合越大，數值咧亦都越大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見到今次呢一題，大家都係整數4、6/5同8/7。我哋見到咧8/7個組合係大啲，大家都係相差1，因此咧數值上面4有7/8就會更加大。如果你唔係好明呢一個道理係乜嘢，唔係好明點解相差1組合越大數值越大，鍾 Sir 咧擺一個極端啲嘅例子俾大家睇。1/2我哋知道係1半，分子分母相差1，而100/99就係100分裏面考試攞99分。咁你覺得邊個叻一啲，邊個大一啲呢？咁相信咧，而家大家就會明啦。咁我哋咧一齊落到去呢一份筆記入邊最後嘅一題。咁呢一度咧，佢就話下列邊一個嘅份數最接近1。我哋咧見到有4個嘅份數，哇！若然要喺呢條 MC 入邊比較晒4個份數，其實你要統一個分子或者分母咧，都非常之吃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大家記住用翻鍾 Sir 啱啱講過嗰一招。咁我哋咧透過比較翻，見到咧分子分母都只係相差1嘅時候，成個組合越大，數值亦都會越大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見到今次呢一題最接近1係咩咧？佢又冇話問你最大定最細喎。不過咧，我哋要知道，喺真分數嘅世界入面 proper fraction 每一個真分數咧數值都係細過1，而當呢一個真分數越大，其實亦都越近1，因為咧我哋知道真分數再大少少嘅時候，咁咧佢就會去到變成分子分母相同，亦都係等於1。再大啲就去到假分數，數值會大過1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知道喺真分數嘅世界入邊，全部都細過1㗎啦。咁只要佢越大，就會越接近1啦。所以咧，其實呢一條題目換句説法，亦都係問緊你呢4個嘅分數入邊，邊一個係最大？咁我哋要揀翻最大嘅時候，大家只需要以後用翻鍾 Sir 啱啱教大家呢個秘訣，分子分母相差1嘅時候，組合越大數值越大，我哋就知道答案等於 D 啦。
咁如果呢幾條題目大家都做到，或者你而家咧都領略到點樣做嘅話，咁鐘 Sir 咧亦都恭喜晒大家。希望咧你哋都能夠學好呢一課，我哋下一堂再見，耶！